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食品同埋快消品行業最新嘅狀況。呢兩個品類呢，其實喺全球其實一路呢都喺度飆升緊。首先食品行業先啦，而家好多消費者其實對於食品都係好有要求嘅，而且亦都非常之注重自己健康同埋價值。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呢有機產品啦、食品啦同埋健康產品啦，都會係對於消費者嚟講有個好大嘅需求。尤其喺海外市場呢，一般嘅消費者對於食品啊同埋一啲叫做健康產品嘅市場呢，其實佢哋有增冇減嘅規模已經超過咗1000億㗎啦，而且保持住持續增長喎。好似亞馬遜平台咁樣啦，其實你見得到呢，其實中國嘅食品啦、亞洲嘅食品啦，同埋一啲快消品呢，已經佔據咗亞馬遜嘅平台95% 嘅需求啦。最新呢，有一個新興嘅平台叫 Shopee， 佢亦都展現咗對於亞洲食品嘅需求。尤其呢，佢哋嘅市場就係一啲叫做歐洲啦、北美啦、東南亞啦嘅市場。所以呢，佢哋一班嘅新興嘅市場呢，其實佢哋對於亞洲啦，甚至乎我哋中國嘅產品呢嘅需求呢，就越嚟越大。呢一個平台呢，發展得非常之快速，甚至乎呢，佢對於一啲叫做快消品方面呢，佢哋嘅需求呢，只係日益增加嘅啫。所以全球市場對於快消品嘅需求，甚至乎食品嘅需求呢，係有增冇減嘅。好似歐洲啦、北美洲啦，甚至乎澳大利亞啦、亞洲市場啦，其實呢，佢哋嘅需求亦都好多，消費嘅能力亦都好高。所以呢，就係因為咁嘅關係，所以呢，我哋中國嘅食品啦，同埋東南亞嘅食品啦，同埋快消品呢，喺當地非常有好大嘅市場。隨住全球嘅經濟復甦呢，尤其快消品嘅市場呢，只會有進一步嘅增長嘅啫。特別呢，係對於亞洲區嘅產品啦，其實好似海外嘅市場，對於嘅食品甚至乎快消品行業呢，你會見得到呢，其實反而海外市場係一個好大潛力嘅市場，亦都有好大嘅商機。對於企業嚟講，如果你真係想出海，而且你亦都有一啲快消品啦，甚至乎食品嘅產品，其實你必須要了解當地嘅市場嘅需求，同埋當地嘅市場究竟對於你哋品牌嘅認知，咁你先可以成功㗎。如果你係想將你哋嘅產品成功出海，而且打造自己嘅品牌嘅話，你記得關注我啊，我會話到更加多嘅資訊俾你大家。